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来关心受寒流甲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全台湾天气是寒死死。今日透早，新竹和苗栗拢干那3度7，那昨昏台北市嘛降到剩8度3，这是创下入冬以来的上低温。严格今仔日开始寒流就减弱啊，那拜三开始雨水会增加，所以刷落来会转做湿湿寒寒的天气。离过圣诞节即天，路上的民众包甲目睭睭，因为日当上强寒流加上辐射冷却，日夜温差大，北部参东北部天气拢真冷。气象局讲，这种大冷天气，直到今仔日26开始寒流会减弱，不过水汽会增加。一直到星期一、星期二都是一个逐步回暖的一个天气。那到了星期三开始，下一波东北季风会到达我们台湾附近。所以北部的温度会稍微的再下降一点点。气象局嘛指出，因为冷空气到日湿会减弱，温度小可会回升。不过暗时到日落透早，局部空旷的所在，亲像新竹、苗栗、瓦山区、中南部瓦山区等所在，也是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温度。呼吁民众要注意穿较少的。拜三又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有计影响到元旦。我们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至少云量都是会比较多的一个情形，而且可能也会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雨发生，所以看到曙光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预报员表示，礼拜开始还有东北季风来到，会影响到下年暝。北部地区差不多伫15度左右，会有水汽，分量嘛会增加。民众若想要看到新年上早的麻母仔光，中南部地区较有机会。记者台北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就是冷空气就会减弱，温度就会回升。出日头的时会感觉真舒适，要过早暗的温度较低，会感觉较寒。各地的天气拢真稳定，伫花莲甲台东是有13雨。咱同齐来看分图。伫今仔日和明仔载这2天，寒流虽然有减弱，也毋过透早的时受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各地低温嘛拢会伫10度以下。气象局嘛有继续发布低温特报。伫日时的时会出日头，温度就会回升，温差会变较大。北台湾的高温有18度至20度，其他的所在是21度至25度。那水汽的方面，敢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局部低接雨，大台北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雨。要提醒乡亲。拜三开始到下年暝元旦的假期，咱会受东北季风的影响，这方面的水汽会增加。伫北部、东半部拢有局部低降雨。若是要去参加下年活动，也是要看头一逝日头光，乡亲就一定爱穿好少。伫北部和东部出门嘛拢爱记哩早雨满雨伞。天气寒，若是去户外露营，就会感觉搁较寒。台中府一口罩去露营，点甲树烘烧炉，造成3个人一氧化碳中毒昏去。好在家在送病院拢有恢复意识。有资深的爬山专家就提醒讲，无建议寒流来搁去山顶，嘛无建议点甲树烘烧炉。若是会寒，爱加套衫、较透冻。救援人员赶紧甲伤者送往病院，因一家3个人，敢若因为一氧化碳中毒，互发现时已经昏迷倒伫涂骹，加在25早起及时互发现。我们是来确定说它发生的原因的，因为如果是一氧化碳中毒的话，我们这边也需要做一些资料。敢若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就是这个加速炉。救援人员讲，来自台中县站的一家3个人，伊是暗时来到南投仁爱的万代水库附近的露营区来露营，也毋过因为寒流来，山区是真寒，因伫个布棚内底用这个加速炉来烘烧，才造成这个意外发生。只知道现场的状况的报案人是这样讲，说他们有使用那个瓦斯灯的露营灯之类的东西啊。甲因斗阵来朋友发现了后，赶紧报案，加在3个人送病院了后，已经恢复意识，转院了后接受高压氧的治疗。资深的向导讲，山区比平地搁较寒，无建议寒流来。去以外，伫布棚内底烘烧，也无建议使用加速炉。经常发生炉具不小心打翻了，把整个帐篷烧掉。这个例子倒是比较常见。帐篷里面有可能会1个人到数个人在里面，你还是要保持通风。因为人总是要呼吸嘛，你人本身呼吸就会消耗掉氧气，你再加上你在里面取暖的话，会消耗掉更多的氧气。
朱启明向导讲，布棚内底是无通风，加上真侪人伫内底使用加速炉，真会发生意外。建议山区若要较烧，只好加穿一寡衫裤，也是使用风寒的装备甲涂骹隔条咧，相对较有效而且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的疫情即马是真吃力，部分的国人有抢买退烧药啊，寄去中国。卫福部伫进前有宣布无排除买药啊采用实名制，要防止民众抢买。若是药署伫今仔日是会打算开会讨论规划方向，嘛打算针对普拿疼甲普拿疼共成分的退烧药啊，要讨论甲要管制。来关心自由时报。无担保的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以外，佫有一种是先买先用钱才纳这款，这是属于经济部管的，所以无受贷款的限制，嘛无受一个月收入22倍限制，拢是银行家己审核。国内有超过800万个无信用卡的族群是主要的目标。若实际上偌济人用这款方式咧买物件，实际上业绩偌济拢唔知，这嘛恐惊会成做无担保贷款的乌数。来关心中国时报，南投县长柯淑华、屏东县长周春美，也佫有新竹市长高虹安，拢是立委去选调县市首长，昨昏嘛拢已经上任。立委的部分的区会补选，若不分区的部分得由后壁的人来补。周春美和高虹安拢是不分区的立委，所以会照政党不分区的名单来补。民进党这边即马会补陈静敏，若民众党这边会补陈婉慧。柯淑华立委的区，按算是伫明年的3月初4，南投第2选区会进行补选。在关心昨昏全台湾的县市长，也有议员拢已经完成就职典礼。参加台北市立委补选的民进党高英龙，嘛有专工去台北市议会拜会。高英龙是祝伊的对手国民党的王宏维，会当好好留伫市议会做事，绝对袂互伊派落跑的臭名。若王宏维是回应讲，伊家己会甲家己的工课做好，爱王英龙唔免烦恼。长个洗手间对，那等一下再下来吗？等一下下来。他今天要绕跑吗？县市议员就职的日子，到立委补选的国民党王宏维也参加台北市议员就职的宣誓。不过会前对着记者提问，伊也无讲啥物。另外，伊的对手民进党吴怡农也同一天到市议会拜会，不过拄到门口就警卫也查落来问问题。没有联络好哦。今天我们等议员们来，因为今天我们毕竟是受议员的邀请。拜访市议会党团，拜托外界团员吴怡农互党放生的议论，更加甲共党议员斗阵呼吁王宏维爱甲市议员的工作做好做满。我们当然也恭喜王宏维议员高票的连任，那我们会尽全力把他留在台北市议会。宜农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武林，民进党就是团结一心。王议员，不要忘记信义、松山选民的承诺，做好做满。对着民进党的攻势，国民党市议员也声援王宏维。对着吴怡农批评讲无市议员就参选立委，王宏维讲这是选举的旧话题了。我当议员的一天，那么所有的职责我就应该把它做好，这样子。包含我今天的就职典礼，其实在我当天登记的时候，我就跟大家非常诚实的报告我没有任何的隐瞒。那我不晓得吴怡农今天来是要选议长呢，还是要选副议长呢？我所知道的松山区得到的支持就是希望他可以更上一层楼，成为立法委员，扩大服务。对着吴怡农认为讲王宏维的学历、学啥演绎正健健康，王宏维是好有对手，爱甲眼光看好大、看好远，好好重视台湾开始面临欠电的问题。立委补选投票敢若剩2礼拜，各候选人是全力来冲刺，比政见甲人气，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政府已经宣布，小三通伫明年正月初的时会用专案方式来开放。昨昏新上任的金门县长陈福海嘛已经正式伫小三通复航专案办公室，希望会当赶紧接受民众的申请，服务民众的需求。早起10点过了后，人陆续出现在会场。金门县长陈福海上任头一天，金门县府随就设立小三通复航专案办公室。滚动式的每天的这些疫情的资讯
也会传达盘岗级，我们立即要跟他会定调那个传单的。那陆委会跟移民署的资格审查，我们后期也会跟他们再做一些进一步的了解。未少民众把握假日的期间来到现场来问登记，但副海强调会拍拼甲中央，也佮有大陆方面的协商，互到中国的台湾学生要台上这人已经由小三通回乡。隔离是3天。行政院第2日决定重新启动小三通，不过这阵的范围敢若限定金马地区的民众甲大陆配偶以全模式来申请，就互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这若是做一半也无同胞爱。我在大陆工作、经商、求学、居住，我不能回家过年吗？民进党到底有没有一点同胞爱？分阶段来实施开放，当然是必要的。第一阶段，因为我们有自然感染跟疫苗的感染，所以大概有60%，应该是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问题。台商的开放，如果能够在回来之前能够打到次世代疫苗，利用专机或者是包机的方式。公卫学者认为，台商返来台湾应该是袂对国内疫情造成上大影响，而且离过年也有一段时间，应提前来研议一个配套的做法。不过，陆客开放也是要观察过年前后疫情变化，才搁做考虑。立法委会是强调，要维护金马地区民众健康，要台湾整体利益，必须要有完整的配套，迅速渐进来推动，这是离疫情风险的上好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是宣布讲，明年的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对8.8万调悬到9万2，若扣除额的部分是对12万调悬到12万4，总共是以一口罩4个人来算，上无就当减税减2700。通膨带动全世界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因为指数比顶一笔调整年度起4.17%。财政部进行公告，提悬综合所得税免税加扣除额等项目，免税额自8万8调到9万2，70岁以上调悬6000，标准扣除额自12万调到12万4，有配偶是提悬8000。薪资所得、薪金障碍等特别扣除额自20万提悬到20万7，差不多641万户也当适用。当他所适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程度达到3%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做调整。缴税结构要做调整，以5%税率的结构来做例，原本适用金额是54万以下，明年提悬到56万。因若基本生活费也调悬到19万6，增加4000。会计师讲，若一家伙4个人，父母拢伫咧趁钱饲2个囡仔，至少会当减2700的税。最低的节税的效果，我刚刚讲过，可以1900块钱加800块钱，总共可以节省到1700块钱。最高的话是可以节省到21600块钱。有人认为这边减税感受会到，有人认为加薪水较实在。当然是不无小补了，总是好的政策就去推嘛，这样子，尽量有感就对了。男生是哪里？我知道我不管是比较高，但没有关系，薪水调高一点比较实在。对。另外，用手机啊报税也搁再升级，新增加现金纳税加申请延分期纳税2项功能，按算3家完成测试，会当伫咧5家顺利上线运作。记者综合报道。昨昏1个耶诞节，世界各地拢有举办庆祝活动。耶诞老人嘛有鼓励大家爱付出爱心，爱帮助别人。若高中方志哥是有主持耶诞活动，伊嘛恳切咱人袂使小贪，袂使干那想要追求权力，爱对囡仔付出关心。耶诞老人早礼物策划是全球真侪囡仔耶诞节上欢喜的期待。耶诺象征自爱，礼物象征慷慨。今年伊伫故乡6万里面，向全世界传达心中希望，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礼物，和平甲幸福。This year, I have received letters and messag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people wishing that the Christmas would bring 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out the world. Many talk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haring and caring about those most meaningful values of Christmas, which never change. 高中方志各地分离工主持耶诞主席弥撒时阵，无特别讲到俄乌战争，暗过恳切针对只顾贪心甲追求金钱权利，唔通袂记真侪囡仔需要被爱。Perché mentre gli animali nella stalla consumano cibo, gli uomini nel mondo affamati di potere e di denaro consumano pure i loro vicini, i loro fratelli. Anche in questo Natale un'umanità insaziabile di soldi, insaziabile di potere, insaziabile di piacere, non fa posto
come fu per Cristo Gesù ai più piccoli, a tanti nascituri, poveri, dimenticati. 耶稣出生地玻璃恒之国真济基督徒参加耶诞早起的弥撒仪式。伫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真济人参加圣乔治加勒底教堂的耶诞弥撒，真济人是找到亲人朋友的愿望。经过数十年冲突，百姓都伫加远中东地区摩苏尔被互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3年半。过去几年教堂拢是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当地展开复兴运动，无共信仰斗阵努力，今年耶诞夜活动有真济教徒出席。在战争的乌克兰，一阵为哈尔科夫局县的随行神职人员甲演员去前线陆军。英国陆防9月过身，王是今年度过第一个无伊的耶诞活动。泰国有唱斗阵庆祝，美国有唱做羊肉。法国博华勒动物园的动物得到真好食耶诞餐。南半球澳洲，大家伫海边享受一头光庆祝耶诞。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耶诞节亲友团圆上界重要的就是同齐食好料。除了有传统的食火鸡，伫欧美国家嘛有一寡真特别的耶诞美食。亲像伫葡萄牙就有国王鸡卵糕，伫美国的芝加哥有金柑仔糖，啊那伫巴黎有一间素食餐厅是推出素的鹅肝。伫咧葡萄牙国内所有的糕饼店，圣诞节期间拢无用伫咧做过节的食品，国王鸡卵糕、面粉加巴达软软的料，搁掺利口酒加柑仔皮调味，顶头放各种糖蜜过水果，看起来敢若是有保证的皇冠同款，真水。每年拢会办全国性的糕饼协大赛，选出年度上好食的国王鸡卵糕。今年摕到冠军的是首都里斯本郊区的阿马多拉市离婚的妇女诺伊米亚甲后生最近开的家庭式烹店。É o rei, né? É o rei é o bolo mais, se calhar mais vendido no Natal, porque é uma tradição, mesmo acho que quem não gosta muito do bolo rei tem sempre a tradição de ter o bolo rei na mesa de Natal. 因那美食王国法国，年底圣诞节大家一定会食的料理，第一名当然是鹅肝。这项传统料理的食材，饲鹅的过程真无人道。美国的加州、纽约州拢考虑对动物的角度立法禁止卖鹅肝。因那法国今年是因为禽流感，供应量减少，介绍起2成。巴黎一间素食的餐厅，42度的总铺师，伊的菜单内面就一道用腰果、日头花籽加椰子油所做的骨溜散碎的素鹅肝。Il faut pouvoir diversifier, on va dire, les goûts et surtout qu'on arrive dans une ère du temps où les produits animaliers sont de moins en moins bien vus et je pense surtout sur la façon de faire du foie gras qui n'est pas la meilleure. 那讲到特别的过节的食品，美国芝加哥这间四小碗专卖店的薄荷酸黄瓜棒棒糖就真特别。Peppermint and pickle thing is a big thing in Chicago, I see. 真侪人可能拢认为薄荷糖加酸黄瓜南做伙口味绝对是真奇怪，挑战性真悬。严过科尔讲，今年圣诞节伊要全力促销这项特别的芝加哥传统小食，互大家换一个口味试看卖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过去这2冬受疫情的影响，芬兰的耶诞老人村游客是减真济，剩无2成。当地的度假村就趁疫情的期间扩建翻新。即马疫情解封，疫情较稳定了后，已经有开放旅游。那今年的耶诞节，耶诞老人的故乡真正有迎接济观光客，游客人数已经要活疫情进前的状况。温暖的灯光，佮搭配五花杂色的装饰，尤其满高山地帽啊，每一间厝拢甲伊洗一遍。边啊一个大型的出世道，互游客算甲真欢喜。芬兰的拉布兰区圣诞老人村摆脱疫情的阴影，今年有真侪游客。Tengo 2 niños pequeños y la ilusión era traerlos aquí. Era ver, que viniese a conocer a Santa Claus en persona. 受疫情的影响，芬兰的罗凡尼亚市观光人次自2019年海外游客为主的61000人，到2020年即个村11000人，其中大部分也可是芬兰当地居民。疫情期间，当地度假村虽然收入减少90%，也阁加起30间予游客带4间自家新的餐厅，增加接待游客量。Eli ollaan investoitu covidin aikana noin 4 miljoonaa, 4,5 miljoonaa euroa majoitusyksiköihin.
Ja sitten covidin jälkeen viime kesänä investoitiin toiset noin 4,5 miljoonaa. Eli 8-9 miljoonaa on investoitu 2 viime vuoden aikana. 伫世界各国疫情稳定、解放旅游的规定了，芬兰的圣诞老人村游客也变多，估计到罗凡尼亚市的观光客会增加到63000多人。Because of the direct flights, because of the good connections that we have mainly from the Europe. But what is also distinctive is the fact that we have now more guests from US, and meaning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后疫情时代，欧美大量的游客和度假村的订房率比今年其他季成长3倍。就连当地旅游客运公司所请的员工，将优势请到哈士奇，也自6位员工80只狗，增加到10位员工140只狗，比过去增加要到1倍。公司新闻但是同分析。耶诞节会当讲是欧美国家的过年，人讲新年新的希望。伫乌克兰的民众拢希望伫耶诞节新年了后会当停战。不过现实的状况是，俄罗斯伫24的平安夜，佮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伫赫尔松这个所在是造成7个人死亡，58人受伤。那俄罗斯总统普廷甚至佮要求因国家的国防工业要加强生产，来确保武器和武装会当继续作战。飞弹落来造成地面未足行动，另外一边有救护人员赶紧将受伤的民众送入救护车。俄罗斯侵袭乌克兰满10个月，俄军日时搁一摆用飞弹攻击乌克兰赫尔松地区，造成至少7人死亡，58人受伤。虽然耶诞节之前搁一摆遭到攻击，未少乌克兰人意愿望过完耶诞甲新年了后有机会用停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虽然俄军的攻击害数百万人，可能生活伫乌夜当中，不过乌克兰人意愿被克服。і創造出家己嘅奇蹟。Ми будемо відзначати свої свята, як завжди. Ми будемо посміхатись і радіти, як завжди. Відмінність одна – ми не будемо чекати дива, адже творимо його самі.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廷伫访问国内工业都市杜拉一间军火制造工厂时阵，要求各方工业业者直接甲前线军队合作，定期增进武器工业体设备，提悬生产，确保俄军能真紧得到作战需要武器甲装备。Наша цель не раскручивать этот маховик воен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а наоборот законч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Мы к этому стремимся и будем стремиться. 另外，欧洲国家荷兰总理吕特公开伫海牙举行记者会表示，要伫2023年提供25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810亿，对乌克兰人道主义甲军事援助。其中将近20亿欧元用伫军事支持，其他是协助重建病院、主体能源甲农业基础设施。吕特了也伫推特表示，若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对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乌克兰应挖靠荷兰。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看向新的一年，展望2023年，欧美媒体嘛有做一寡世界局势预测，讲俄乌战争会继续，这有可能会造成各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行回头路，而且嘛刺激美国加速全球的军事布局，全世界的军事布局。那中国有可能会重新评估对台湾的策略，不过中国即阵要先面对疫情滚价，影响国家经济这一关。行到道路全人，印度的人口明年4月将会到14亿2500万人，庞大人口红利会甲中国由来变做世界第一，经济发展的占着正大。北讲过，伫咧2020到2035年之间，要达到 GDP 并倍。不过，中国怎么有几项问题要先解决？先朝后走一下，走一下。经济学人早就讲，中国若继续维持高强度防控，就会付出经济代价。这卖白草运动，一个发生大规模团练和中国正无行，不过头疼的问题唔难只件尔。So instead of relying on chips made overseas in places like China, the supply chain for those chips will be here in America. 今年10月，美国提出禁令，禁止各界晶片暂停出口中国。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遭受打压，也若6月一寡厝起袂落去啊，真侪建商倒去，房市扭袂起来，这寡拢威胁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甲中共的政权。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对台湾的态度，习近平是比其他领导人更加强硬，一直传讲2027年要武力统一台湾，不过俄战争和中国的卡波乱起。中方密切关注当前最新事态的发展。中国先看情势，美国2023年的海外军事力量已经重新部署。Finland and Sweden are ready to be NATO allies. 经过几多年，北欧国家的民意突然间改变。美国带头的军事联盟一直扩张，加深印太战略合作，连接亚太甲欧洲，要提悬高科技军事力量，防范俄罗斯甲中国。The support for Putin must come with a price. We're going to start making China pay a greater price for what they're doing all over the world. 公司新闻牛言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受冬季风暴的影响，美国各地落暴风雪，甲当已经造成上报有24个人死亡，也有几百万人秘伫厝内过耶诞节。据估计，即马全美国大约有60%人口拢受暴风雪影响。若根据美联社报道，冬季风暴来落大雪，雪积上高，造成几十万户的家庭也是企业店头，即马是拢熄电。无电就无烧气，这个耶诞节过后，恐惊有搁较侪人死亡。来关心奥地利的西部一大储雪场，2号下晡发生崩雪，风声有10个人红跌掉伫雪内底，有出动200个救援人员去现场救。上新的消息是，目前还有2个人失踪，已经有救出8人啊。来关心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限制女性袂使伫因国内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上班。即马有3个国际援助组织，亲像是儿童基金会这的，拢已经宣布要暂停伫阿富汗当地业务。联合国甲几十个非政府组织即马有组人道小组伫喀布尔开会，讨论敢要停止伫阿富汗所有的援助。来关心中国即马疫情欠悬，严格中国对外公布的数字明显拢有缺陷。中国即马嘛已经改变做法，讲因无要搁公布逐工的确定病例。若疫情上界食力、上界严重的北京，逐工急诊的病例拢超过2倍，重症的比例搁要挖5成，医疗量能已经强要紧绷。救护车一台刷一台载病人，急诊室内底人真多。中国8年防疫措施了后，各地疫情清个真紧。北京疫情上严重，逐工急诊病例暴增2倍，而且重症比例将近4到5成。不仅急诊室用要比占满，重症病房也用要满。现在我们每天的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530多的急诊量了。来的病人全部都是氧合才50、60、70这样，所以重病人的这个压力非常的大。中国媒体报道指出，国庆龙营调派资深医师在内医疗团队去北京支援救治重症确诊者，按各地方医疗人员也传出不满的声音，因为各地也有照顾重症患者的真实需求。即工新官方公布数据，逐工新增病例超过8万例。按过过去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明显甲各地情形无同，所以卫健委自我宣布，以后无搁发布逐工疫情信息，该由中国疾控中心来发布，提供参考甲研究使用。面对各地发烧病人暴增，各都市基层病院拢设立发烧门诊来进行。目前呢，我们总体设定的是开放20个诊室。那第一批呢是开放10个，包括有内科、儿科、急诊啊，还有护理、药学啊，总共有150多名的这个医护人员来进驻。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自从中国8年防疫以来，无受到上新冠人数这数据通报，怀疑是当局无法度统计。英国研究机构指出，中国在进入疫情上危险的阶段，好亲像无想要减缓疫情传播速度。农历春节比较会恐惊后，疫情无严重地区对咧沦陷。公司新闻陈伟仁评论。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昏就职，伊是表示伊会尽全力和大巨蛋经完工，伊嘛解决台北市的交通和途径的问题。另外，伫新北市，外界是关心新北市长侯友宜，敢会做到一半就走去选总统。侯友宜是强调讲，目前的市政规划拢已经规划到2030年啊，伊会好好做代志。贵宾。我们以热烈掌声恭贺新任蒋市长。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顶感高，蒋万安对郭文哲的手内接过印信，正式就任台北市长。伊讲会尽全力和大巨蛋赶紧完工，内湖交通的问题也会赶紧处理。
大巨蛋绝对是市民非常关心的议题。我想我也具体承诺会尽全力在1年内让它启用完工。另外，内湖的交通，包括都市更新，都是接下来卷起袖子即刻上工，需要来协助市民做最好的施政。蒋万安讲，台北是台湾的火车头，爱带头甲世界接轨，希望大家团结建造一个新台北。不过，伫咧交接典礼唱国歌进前，发生一个小状况。蒋万安第2后生一直哭，因某先抱囡仔离开现场。二宝今天很难得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那其实他也用他特殊的方式来跟我打招呼，也缓和现场的气氛。交接典礼外口有郭文哲的粉丝大声喊爱你，不过边仔发生冲突。原来是用龙山附近的居民抗议郭文哲放任假龙车，也国甲警方发生肢体冲突。因为伫新北市侯友宜也宣誓就职，伊讲敢若是新北家己好也无够，也搁徛伫咧利他的角度，不过外界较关心的是，伊这边的任期敢会做满。我已经规划到2003年，未来还会规划到2050年，这都是我们现阶段该做的事。我们把棒子交好，接好。侯友宜讲，正多谢前几任县市长，甲基础拍甲正在，大家一任算一任，甲代志做好，伊会认真努力，好好做代志。现主席爱做的代志是做到人民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那新竹市长高虹安伫昨昏嘛宣誓就职。高虹安表示，伊上任了后，除了会推动政策，伊认为更较要紧的是要赢回市民对市府的信任。而且伊嘛讲，伫选举期间，伊对媒体所提出的告诉会全部撤销。交给监交人，监交人再要交给高市长。对内政部代理部长花敬群手中甲印信接落来，新竹市长高虹安正式上任。伊特别感谢超过98000的市民，予伊机会来为新竹市服务，表示会针对公共工程的品质、时间过程等等，重新来检讨。交通的问题，还有公共污水道建制比较落后的问题，包含像是一些我们在建的建设还没有完成的公共工程，我们会在兼顾品质还有财政纪律上，我们会尽速来加速完成。既利当济天下利，求民当求万事民。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有媒体关心敢会烦恼未来官司的争议，高安回应会勇敢面对，对任何检调司法的程序绝对尊重，全力配合。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对于任何的检调司法的程序，我们都绝对尊重，全力配合。那对于新竹市政，我绝对也不会浪费每一分每一秒，全力的来拼新竹市政。高安嘛指出，选举期间确实发生真侪代志，面对未来无论什么款的挑战，会继续努力打拼，将事情做甲上好。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关心洪城总统蔡英文27日时要召开国安会议，会讨论延长做兵的政策，迈向外界来报告。不过要增加咱国军的战力，有专家即马是认为讲爱增加训练，嘛爱互军人对武器更较熟手，这是更较要紧的代志。兵役要延长，什么时阵会确认宣布？反正总统蔡英文有定27亲身主持国安国战会议，讨论相关的方案，并且向国界来报告。不过总统府回应，时间确定会去公布。不过强化国军战力，训练的内容也真重要。专家强调，手边武器的战争需要是大量的练习。尽量的增加，让步兵能够熟悉他手上的武器，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怎么进一步去加强对其他装备的熟悉，这个也是一个重点。科长上强调，即阵单兵的装备是愈来愈复杂，火力是愈来愈强大，训练对装备的专精更加显得重要。另外，讨论是不是要保留插枪术？天五将领谢华明讲，插枪术演训练真正加大敌人的胆量。不过，即阵的插枪术训练只是形式，一定要来改进。流于形式，两个人持枪在那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拨来拨去，没有太大的意义。持枪术要改进。一定要先融入战斗环境里面，面对敌人可能的任何状况之下，如何利用持枪术，如何利用枪的枪托，如何利用近身肉搏的一个技巧。除了兵役可能的延长，国军的教育调集也继续来精实动员的战力。
明年的调集无论天数，拢必须爱离开营区，到建设位置报道来训练，达成并建合一的目标。国防部专门防卫动员署明年起的扩大负责后备新旧制教育调集，考虑指挥幅度，也有所辖部队的分布以及政见干部领导管理的需求。后备指挥部政见主任编制对明年1月7日调整正式小将编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交通部伫10月份的时已经有解除禁令，因温泉国际邮轮来咱台湾的港喙靠岸，已经重新开放国际航线。不过到目前为止，敢若90多帮邮轮来靠岸。若明年2023年，嘛敢若剩一成5尔。邮轮协会是表示，因为咱台湾解除封锁的卡步有卡班，加上即阵佫要求船员嘛爱自对家易风车，而且佫规定爱定期体检，所以国际邮轮协会业者是表示，真侪业者拢也在观望。伫咧港边的贵人港东华旅运大楼内面的设施，伫咧疫情期间拢已经整修好势。交通部自10月20日开始，也解除国际邮轮的禁令。不过，港口邮轮作业至少就要半年以上开始准备。最近拢无国际邮轮来台湾，在地生理人讲，疫情进前每年有600台次邮轮靠港，观光客甲船员拢会来交关。他们觉得好吃，然后他们就上去去推销。他们每个人来就说他们不会讲，就跟大家比的。期待是期待，但是进来不晓得会不会买。港务公司邮轮靠港预报，讲明年3月7日有2台国际邮轮会来台湾，听高雄港是疫情了第一遍有国际邮轮来。是挂靠港模式，未伫台湾有伤侪补给，不过会带来国外观光客。若是以台湾港口做母港出发的国际邮轮，疫情了第一台是按算3月13由贵人出发，大部分也是台湾旅客，对于在地邮轮产业发展较有帮助。不过目前占的比例是较少。台湾国际邮轮协会讲，主要是咱开放较晏，佮规定船员爱自对家自家定期体检。根据我们的理解，邮轮商还是对于防疫的规定这一块是比较有一些疑虑，包括他的那个船员的一个检测等等，我想这一块都还有空间可以来做讨论。旅游业界分析，疫情进前固定以贵人港做母港的列车邮轮，因为所属的集团有债务危机，目前是不是复航也唔知。再加上国际邮轮业者一个伫咧看台湾0加7实施了对邮轮旅客实际管制措施，估计2023年实际来台湾的邮轮，恐也比有报的数字较低。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为着要提升屏东县的救援资源，保健病院即马有关一只新的阿鲁米的救生船，和屏东的水上救生协会，希望这只比树林船也搁较勇、搁较安全的救生船，会当帮助救灾。总比歹咧，树泥船坐咧，搜救队出动去抢救渡水的人。不过，一寡救命的树泥船搁较勇，若是用久啊，嘛是会受损破去。所以，伫咧屏东长期做公益的保健病院，就要来一只阿鲁米的救生船，送互救生协会。会旧的救生艇已经旧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再捐了一个新型的救生艇，那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然后来引发大家的爱心，大家一起来帮这个社会一起来努力。因为屏东民间的水上救生协会，平常时啊嘛拢会协助消防局甲海巡署等等的单位去搜救，因的装备拢是靠消防局提供，也是民间捐助。这间保健病院让10外吨，搁再捐一只耐操的救生船，互救生协会long足甘心。这种艇不会破，这针对我们以后在救灾的时候很方便，比较安全。也非常感谢那个保健医院这一次抛砖引玉，让我们获得这一道很新的船。几个比较大的那个危险水域，就是常常发生溺水事故，在那边安排所谓的救生站、救护志工。接落来，救生协会阁要开始举办新年度的救生讲习，甲培训新的救生员，阁再加上即届首地的新船，民间做伙来加强咱的救难资源，为明年热天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庄卡所在交通无遐方便，医疗资源嘛较无周至。最近南投县政府就甲埔里的基督教病院合作，伫中寮的乡公所内、中寮乡的卫生所内底有设物理的治疗所，希望互需要复健的老大人会当直接去卫生所做治疗。人若是食老，筋骨动作拢会变较慢顿，甚至少年时代的伤，佮行起来疼，有当时就要靠物理治疗、豆豆复健来解决问题。
即马中疗卫生所内底就物理治疗所，乡亲毋免阁吞吞身躯的病痛，或者是搬山过岭，开几来点钟去南投市区，就会使做物理治疗，时段拢感觉真方便。中疗要出去南投车邦西，佫真无方便，车过足近的，因为阮是在中疗人。足好安尼，足方便的。我家己即摆我也袂晓开车，我嘛拢来这做复健。物理治疗所每月都会吸引大概800人次的乡亲来使用那也会节省这个大概3小时的这个乡亲奔波。咱岛县府针对老人人口比例较悬，而且无复健治疗所的乡镇，找病院甲医疗机构来合作。这个就是和部里的基督教病院来合作，利用中疗卫生所的空间，引进物理治疗的设备。所以它不再是单一家，未来这个模式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新模式，让我们的南投县大家的医疗伙伴能够一起来。这个部分呢，算是一个超前的部署，因应我们未来呢长照的需要，老年人口照顾的需要。即摆有这个物理治疗所，通帮助老人袂退化伤紧。每礼拜阁有骨科的医生来到看病，也互偏乡的医疗资源愈来愈较全。记者综合报道。那卫福部南区老人之家是结合屏东市的中央商圈，邀请一寡店头去老人之家内底摆摊，有卖衫裤的，嘛有卖鞋仔的，嘛有卖红豆饼，还有鸡卵糕，真侪摊商。现场的气氛是闹热滚滚。透过这款活动，嘛要互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有世界的感觉。一领搁一领，看到介意的就甲买落来。阿公阿嬷哪洗哪景，场面是真热闹。为女装、男装、内衫，到袜仔、鞋仔等等，规身躯的装摊爱啥有啥。若是到不倒腰，搁有红豆饼、鸡卵糕会当买，有影真新鲜。买得很开心。买了什么呢？衣服、裤子。还有帽子。因为我平常无咧踅市场，所以讲咧买介方便着。我去第个买只凉鞋，我找到还有三个裤。卫福部南区的老人之家，逐年拢会为时代办2届类似的活动。今年寒天就甲屏东市中央商圈合作，邀请摊贩来摆摊。互行动无方便的时段，也会当轻松买物件。东府跟下府采购是我们南岛就是1年2次比较大型的活动。那主要是希望长辈可以透过这个采购的过程当中，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也让他们多一点社会参与老人之家也另外提供一个人2000块，互大家买好够开。透过这款活动，增加时段出门行行踅踅的机会，也互因的生活更加趣味。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屏东恒春的文书工作者梁吉成，伊的老爸一世人拢在顾灯塔，互伊对灯塔真有感情。伊嘛认真找出灯塔故事，最近各出一本册，要甲大家分享鹅銮鼻灯塔的历史。这个人叫黄清荣，是灯塔王。为什么叫灯塔王？因为台湾有36座灯塔，他跑了20几座。手咧现册，目睭发光，推广内底老相片灯塔秀的故事。屏东的文书工作者梁吉成出版的一道光一世情缘，初版是为了思念老爸，来写灯塔守望者的故事。如今再版，佮加入文化旅读，帮互读者了解到更较侪灯塔的历史意义。这一本书主要是因为思念我的父亲，还有这些灯塔2代的这些感情就是有情有义的故事，所以特别的出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善书它里面有一些有关交代、仰望这些很珍贵的故事。梁吉成讲，台湾的四面拢是海，大支灯塔拢是存在必要，尤其是鹅銮鼻灯塔，就徛伫咧世界关键的水路顶悬，担起台湾甲世界商业往来重镇，嘛会当用家己过去伫鹅銮鼻灯塔工作的经验，写册详细讲出对鹅銮鼻幼路佮澎湃感情。因为从小一出生3个月大就被领养到鹅銮鼻灯塔来。那更有趣的是，我第一份公职你知道吗？我第一份公职当鹅銮鼻的理干事。这个灯塔呢，它是一个台湾全世界它是全世界唯2的武装灯塔是非常雄伟的。就亲像天上寺庙妈祖婆守护万千的渔民百姓，有真侪游客拢捌来过鹅銮鼻观光。
严格性表示，未来嘛要规划多元的旅途活动，以导览解说方式，带领读者游灯塔看大海，期待以无共的眼光来认捌灯塔的历史甲海洋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巴厘岛是全世界的观光胜地，伫疫情之前，当年拢有1600多万的国内外观光客，加上当地即马人口阁继续咧增加，小小一粒岛即马用水量是真惊人，水资源已经无够，那农民已经无水通种植，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文化遗产的裸田诶，即马灌溉系统嘛出现危机。巴厘岛是热带火山岛。水源主要来自火山湖、溪流加浅层的地下水。北部地区用特别的传统灌溉系统苏巴克，用水道引水到内山田。这项灌溉技术也佫互联合国列做世界遗产。不过过去几60年来，因为巴厘岛大规模发展观光业，佮加上人口增加，水资源的管理无好。真侪农民拢用放布伫咧抽水灌溉，那粮食生产出问题，美丽内山田风景加传统文化也消失。This demonstrates the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f Bali cultural landscape, where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very special case of living landscapes in Asia. 自1980年到2020年，岛上的人口已经增加70%，这嘛是430万人左右。旅客人数成长也快速增加，自1980年进前，每年14万旅客，到2019年疫情进前已经到620万国际旅客，也有超过1000万人次的国内旅客。观光业发展，经济快速增加，不过也造成真侪问题。真侪岛上的居民甲开店的业者，拢是乌水井来抽清气的水源，不过最近水源愈来愈大，也有减坏问题是愈来愈严重。Secara stabil, air ini ya di pinggir pura ini. Air itu selalu di pinggir pura, tidak pernah sampai sejauh ini. Jadi ini sudah terjadi penurunan level air danau yang cukup jauh. 巴厘岛虽然有针对水源使用的相关规范，亲像是用水的接照或者是扣水，不过因为无强制的效果无啥好。本来当地希望疫情期间会当改善欠水的问题，不过专家担心讲，这么路也个一直伫咧开，度假村一直伫咧起，上尾啊，规个苏巴克系统也个岛上的环境拢会被破坏。公司新闻牛燕编辑。那澳洲昆士兰的海花大宝塔是全世界规模上大的漩涡大群，严格气候反常，即马出现生存危机。科学家即马是利用亲像咱人的生境的人工sinh殖技术来进行保育，互漩涡的精子和卵子放伫低温的冷冻环境内底保存，未来有需要时就会当解冻互因生团。一寡对大宝塔内的漩涡，伫咧澳洲海洋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内边，甲野生的漩涡做伙建立1年1变的新能机。科学家伫咧暗示电火下，甲因放到最内精能束吸起来，观察活动力，结果甲精子甲卵子分开，亲像人类的冷冻卵子精子共款，放入去液态氮，伫咧摄氏零下196度的低温无限期保存。以后若需要时阵，才个退冰，互因继续探生。And that milky layer you can see there is actually the sperm layer, so that's separated out from the eggs. We're going to get a pipette and draw off that sample and process it for freezing. 有2600公里长的大宝塔，是全世界规模上大的漩涡大群。不过因为气候暖化、海水温度上升，伫过去6年经历过3变严重的白化危机，30年来面积减少一半。联合国的专家已经建议该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科学家想尽办法该复育，最近2年已经用人工sinh殖的类似技术，冷冻几60亿个漩涡的精子，这么扩大到冷冻卵子也无问题。因若冷冻漩涡幼虫也搁伫咧实验，若是成功就当无受到1年即敢一变低阶的新能机，扩大保育规模。But being able to freeze coral larvae is really a game changer because it means we can access coral larvae throughout the year. If we can secure or save the biodiversity of coral and their genetic diversity, then we'll have tools for the future to really help restore the reefs. 冷冻计划当大规模进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研发出只需要用3D 列印就能制作的正实用而且技术正俗的冷冻计棒，伊能过滤无需要物质，互规个过程较省工，正紧降温升温。
不过今年顶半年的报告显示，澳洲东北海岸海面的温度已经比平均温度悬出摄氏2度到4度。大埔礁再一遍拄到大规模白化的风险，除了加速因的繁殖诞生，增加酸路的适应力，专家讲，上主要的也是要减少排碳，阻止气候暖化。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报道在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有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8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9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